呢本書不僅幫助大家理解中國經濟體制嘅歷史根源，更加能引導讀者思考點樣突破傳統嘅框架，面對全球資本主義嘅挑戰。1分鐘閱讀推介書籍《放寬歷史的視界》，作者黃仁宇，由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。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，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啊！有聽眾打上嚟聽下佢嘅電話先。有伍生，早晨。係你好，喂，我咧就聽過你哋講啦，我覺得咧即係其實所謂默書咧，或者點樣嘅頭先你哋嗰位朋友提出嘅，其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啫。咁啊唔係話一定要呢個方法，但係咧你要提出另一個標準，譬如我要取消默書啦，或者點樣？咁你有冇另一個標準？譬如話我係學生可以寫一篇100字嘅文章，呢個就係一個標準啦咁樣。咁你有個咁嘅標準，你先可以咧講咧話，我係咪要用呢個默書呢個取消默書呢個方法咧？用另一啲方法咧去令到細路仔學文字，呢個第一。第二咧，就住中文字咧，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咧，就係話中文方塊字咧係全世界而家唯一嘅，好長時間都係唯一一個係唔依發音而產生嘅文字嘅。呢個其實咧就係中國文化嘅一個最核心嘅根基。所以尋日你有位校長咧喺自由風度講，我哋用呢個背誦，佢忘記咗咧聲音咧背誦咧，佢唔係等於嗰個細路仔咧會懂文字嘅。所以你或者可以提出話，我用鼓勵書法嘅方法，令到學生咧學識中國嘅文字。呢個就要有個替代嘅方法。如果你話純粹用一種背誦嘅方法，令到佢都會識啲古詩或者乜嘢諸如此類啦，而令到佢識中文咧，呢個同等於佢識中國文化、中文字呢樣嘢咧，係完全唔同嘅。所以我覺得兩個觀念咧，大家都要搞一搞清楚。好啊，唔該晒伍生，多謝你嘅意見啊。咁除咗講到默書之後咧，最後我哋都想講。